如果是以整个打来讲，它是几乎以什么？以修道来达到极灭来达到极灭的境。如果以团体的概念来讲，就是这样。极苦，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苦？就是我们在过去累劫，从过去、现在的未来，是阶级的这个而来的。所以今天近年的阶级这么多才会苦。所以灭道，道是修行，修行来达到极灭常乐。所以达到极灭为乐这个道理。那苦的真谛呢？它有分了一个苦的思想。苦的思想，它第一个讲无常，人生来到这个人间里，说是无常，无常就是一个无常的变化，所以它断掉无常，所以苦，他知道人生就是苦才要修行，所以要断掉空，所以阿罗汉修到苦空，他没有办法达到说的空，他没有办法进到所谓的真空。所以这一点你了解。所以阿罗汉他只是修到你这个罗汉的意见，他到菩萨这一段他就没有往上去，他认为它是一个极限的，他没有再上去了。所以佛祖在歪经才骂这一点阿罗汉是焦芽败种，生不是菩提果，才这段话。所以阿罗汉无我不忍不作声，所以他一定要断掉无我。所以第二极是四相，它不会是个断动。第一是因，所以极因以生缘，以极因缘所生法。所以当这个因极起来的，我刚才所讲的，因为极苦才有这种，没有其他的这种生缘起因缘所生法的东西，所以灭这个灭不是灭掉的灭。这个句的灭是常乐的意思，所以生灭灭极，极灭常乐，所以才有这个灭。那道呢？它就是灭，就是讲静妙语，大家讲是不是？灭，它是灭是常变的意思，这个灭它是讲常变的意思，极它是讲常造的意思，这个极灭就是不要把这个灭字断掉的意思，它不是这么的讲解。所以他第二个句在讲静，因为你的心不动，你的心如如，那当然你定下来，你的心就如如了，就不动了。妙是不可言的东西，如如叫做妙，所以叫做粗细微显妙。所以离叫离以前成相，道有四相，道理显出所以叫做显道。你显道，你才能够进到极灭。你苦是从己来的，你要达到阿罗汉是从修行的，才能够得到阿罗汉的意境常极灭常乐所以这个是一个阿罗汉的四谛法那我们能够简单把它修一下，讲到舍利念法，因缘是阿罗汉最基本的修行法又到轮回经学